喂，谢谢。喂，在球场热射场这边，想那个打得到那个2号的。喂，喂，干爹刘师傅啊！你好。跟你讲，我有盲肠炎呢。喂，是。我带呀，你的。是，了解。好，再见喽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嗨。你有没有曾经有一天都没有接过任何电话，完全没电话的？有这么一天吗？没有，没有。Bonjour, je m'appelle Yves Moelle. Je suis arrivé à Taïwan en 1966 et actuellement nous sommes en 2020. Je suis très content d'être à Taïwan. Les gens de Taïwan sont vraiment très bons, très gentils et très accueillants. J'espère que nous aurons l'occasion de nous rencontrer un jour. Si vous venez à l'est de l'île, vous pouvez venir me voir à Yuli, à l'église de Yuli. Au revoir, à bientôt. 我向全能的天主，各位教友，承认我实验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的重罪。我是民国55年7月14号，在法国的南部马赛上船往台湾来。也用1个多月的时间在船上就抵达基隆。后来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到东部来看已经在东部未来的同事神父，已经有差不多10个就分散。那时候的交通真的不方便，所以我要去。看他们的时候，有时候要过河，没有桥，可是我觉得很有趣。后来就到新竹去，学语言，一面学语言，一面也慢慢的发现好像新的世界一样，就这样开始。因为有身份证，也有户口名簿啊。以前我没有户口名簿，可是现在我的孩子很多，本来是开始的时候就我一个人，可是后来就有的人无家可归了，就写在我的户口名簿上面了。也本来没有家，上一次好像户政事务所说，哇，你的有一点多呀！我的身份证在这边，但在后面一定要写爸爸妈妈的名字啊。可是本来我爸爸妈妈没有中文名字，所以他也问我，他们在法国的名字是什么？所以我也跟他们说，所以他们就翻译中文了。爸爸刘，因为我姓刘，所以刘秀旺。妈妈是沙玛丽，是。我觉得更属于台湾，也更有信心留在台湾呢。我觉得我已经每次遇到任何的台湾人，包括你们在内，我也觉得我们都是同胞。我们的传教会叫巴黎外方传教会，每1-2个月
会出版一本杂志，里面都是讲比如说在越南呢，在韩国，在日本，在台湾，在每一个国家的一些消息。所以我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大概是天上安排的。我对台湾很有兴趣，因为看讲台湾的文化了，有汉人呢，也有客家人，对，也有原住民也分很多民族，我觉得哇，一定很有趣的。所以我很自然的，当那个院长说你们喜欢被派到哪里，我马上就是台湾，就是这样。神父，你现在要去哪里？我们到波列丹尼去。波列丹尼是法国的西部的一个省，我们已经到波列丹尼。欢迎到波列丹尼。因为本身是在波列丹尼诞生，有在玉里比较久，已经是快35年，所以我们的这边有几位觉得波列丹尼也有一点也是属于玉里，因为我在玉里比较久，还有我们曾经也有了一些文化交流，比方说去年也有波列丹尼的一个舞蹈团，跟客家的舞蹈团一起到玉里来表演。我们到了工作坊，大家努力的做一些帽子啦，还有袋子，这种是也卖到以色列。对。这位是我们这边的那个灵魂呢，所以我也是我们的算是画家，也是我们的技术家的，他会还有也是客家人。师傅，你啊，伫要拄汉油，过烧的拄迄客家布客家布对，我们要打开，我们发现这个是真的，客家布它是客家布是，如果我们去，迄佛教徒啊，去从法国来，都新族都法莲都睡眠，都好睡眠，老神父所施，报名基督来养里，因为个顾神父。就成立安德启智中心，但是给不偏的，神父都来接教堂的事，多名神父都从庙里都留下来，外国都在那庙里，也从荣民医院，有刚是5年前啦，还有老神父有督导也不卡人都来捐款都老神父讲。营养要按摩汗安尼，伊都讲唔会啦，唔会。你英语要按尼教啊，英语讲，英语按，以下都过去的安尼。报名就是阿布卡恩又来修缮天主堂的图书馆跟圣堂，讲是都动摩汗，这样提供哇，神父要按摩汗，都装好以后，都老神父向下做，都明明都捐个。查个裁缝车，有外电10台，神父讲用啊散咯，我讲嘛个东西嘞，佢讲该查的，我讲嘛个查的嘞，吉普车还货车，佢讲唔系哦，嗰是咧裁缝车啊，我讲还专家，唔是讲，报名啊就先用个伞，然后去洗车，还先做一档毛的。韩国伊个推的规款，伊都讲两万东西啊，讲都用伞做的，其实提供做得用2手衣物，让它再现春天。天主堂的3楼可以去做差不多1年，
啊，神父都讲，你就可以点好无？吼，按好的东西要帮因煮啊，俺都讲好啊。我们现在所看的都是用各种的布，是有的人不要的布，或是有一些衣服，或是窗帘啊，是如果能做袋子是做帽子，他们会送过来，说我们去拿，所以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的工作人员啊，工作伙伴啊，对伙伴也是客家人啊，阿卡金啊，阿嘎人啊，我也没想到啊，也这边都是客家人的那个天地的，哇，那不简单的。神父该配面有啊，甜肉面包，西谷五十番。啊，你中也爱讲，来当也爱转，不简单。半夜班、澳大班，啊，无很多师傅无搭灯。啊，都上面都是客家。这边是闽南的。啊，闽南的，所以我们的老人家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在看。而且自己的东西，不用都当过哈，心服很很有成就感。老神父乡下吼，来看歌吼，教育个习惯。来等下要出去做设计啊，看到像个保利达，当过咪有一个改的顺风咪有个一条个一条个前面要粘起来。佢讲吼，你一条好多条粘起来，都做得卖钱的。嘿，家妈妈芒果新家下吼，今年是5岁，1966年，佢从圣波多里奥到布列塔尼，然后搭船开始，家妈妈2-3礼拜都写一种新的本语，不是团歌，都家妈妈高兴。啊，对问伊讲诶，该记写本语个新的呢？伊讲，咩唔伫中来去安尼，俺都讲唔怕，伊讲嘿啊，唔怕，断舍离呀，嘿，有才，安尼都真欢喜，无才都好诶，都不用下去安尼，都讲嘿啊，安尼，其实价值观哈，就是淡然，哈，你看太诗、念、污。你都会淡淡的就把它带过去，吼，你也都会坐家顺风，然后去乡下做事，来获得个最大的心得，嘿。你要数啊，大颗的，最小的。哦。嘿啊，你也会喊油。哦。嘿，你看。这，因为我爸爸很喜欢养兔子。是他到90岁，就是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前一天的下午，他还是90岁，他骑脚踏车去割草，把草拿到家里就喂兔子。第二天早上他就有一点不舒服，他跟我妈妈说我要烫一下，他烫了以后就没有起来，就这样走了。可是我觉得没有关系，他能活到90岁，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前一天还骑脚踏车去割草，我觉得感谢老天爷天父来保护他，这样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。小故事，所以因为我爸爸很喜欢养兔子，所以我们的我好久不见，你好。Malahok. Mabusor to kisohaw. Tahohan, irumak. Zayho. Malahok. Hai. Now na rumakat. Hai han. 小朋友，嗨，那我等一下还是要打。哎，哇，很多老板很工作很好。不简单，要慢慢的弄哦。这一边是特别把马达里面的那个铜线拿出来。20多年前，当台湾政府已经开始重视那个环保，
我们这边也决定，我们要响应台湾的这种政策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决定，为了是我们的不同的民族的人能更团结，我们也决定好，我们也要回收保特瓶啦、玻璃瓶啦，到了星期六那个星期六的早上，我们在一个地方分类好了，我们也会把那些东西卖掉，到每年到了过年前，我们也会把我们所赚的钱，奉献给慈善机构，包括我们的安德机制中心，还有别的慈善机构，我们就这样开始。阿平，我们现在要看你在做什么呢？这个是铜线吗？铜线哦。来哦。哎呦，哇，你的手呢？有没有受伤？不会。哇，这个很好哦。阿平啊，他的故事很可爱。应该是10年多以前一个晚上，有他的亲戚带他过来。那时候他跟我说，昨天在一个新闻是介绍，我们要在洞里盖一个新的中心，是来迎接45岁以上的职能不足的中年人。现在我就把他交给你们来照顾了，他就走了。那我我们想，好吧，我们就给他在我们的宿舍给他找一个地方，也觉得不能给他太不容易、太难的工作，所以我们安排他在这边，还不错，他很努力了，很努力。因为我们做资源回收的工作，要先从我们这边开始，一看有瓶子什么的，我们就要捡。是。今年出那个火灾的地方就是这里吗？哎，是我们的第2个仓庫的里面。基本上很難過了。造星做說禮拜送片教育嘅細節，劉義鳳幸福和經往回記到唔是同比送，出邊造星熱衝台風，少睇牛力天主通到牛力井，新創一屆嘅二手自然回收倉庫，順勢東陽廠，轉到火災現場倉庫維。後來我們也知道哈，報紙也說了，我們沒有募款，可是很多人幫忙，所以一下子在2-3天內，我們有足夠的錢來恢復現在的情況。所以那邊有我的名字，我最不喜歡，他們沒有問我的許可，所以本來也希望，如果我離開這個世，我死了，他們無所謂，他們寫什麼沒關係。可是我還活着，寫我的名字在那裡，我真的可不愛寫了，因為我是個平凡的人，不過好吧，有掛就掛嘛，我們做資源回收，是為了幫助保持一個乾淨的、很美麗的生活環境。可是第二更重要是幫助那些弱勢的朋友有一個工作，有一個家，讓他們有一個安全感。對，我們現在在我們那邊工作的很多本來沒有工作，有的是因為從監獄出來，有的是酗酒了，有的是中風了，或是沒有機會找不到工作，我們就因為學習分類了，或是再現了，是很快可以學會。這邊是一般的冰箱啊，洗衣機啊，電視機。我們暑假的時候最多的是那些保特瓶，人喝的就是比較多。神父，那目前這些回收品的話，什麼的價錢比較好？
最好的价钱是红铜，1公斤是从120到160之间，要看市场啊。还有白铁啦那些都是比较贵一点，一般的铁类是很便宜的，纸箱也是1公斤2块，还有最便宜是玻璃瓶，是1公斤5毛，有时候8毛，你们好，神父来看你们啦。耶。师傅，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。伟大的人物。没有。实际上，他当一个政治人物的秘书的时候，我们他会常常来义务的来帮我们的忙。后来因为政治人物他搬家，所以他很自然就到我们这边整天来帮忙，所以我们就也感谢我们的李大哥来。刘一峰神父二手物流的场域，在我们这个分支里面，我们有分3个组，第一个是物流，第二个是分类，第二个是拆解。那目前整个场域有30-40位。那事实上，有的来这边工作之后，就已经离不开神父，因为他们是社会的弱势，一般的企业老板是不会用他们的，因为他们的工作效率不高，所以基本上只要来到这边，大部分都离不开刘一峰神父。之前我生一场大病，我有肝硬化，所以说我就住在那个农民医院住了好几年，结果神父动不动就去那边为我祈祷，因为我老婆是在分裂，她在这边跟神父已经跟了11-12年，结果我被她感动了，所以说我就来这边跟神父帮忙做爱心这样子啦。我久而久之，我就舍不得离开这边了，是这样子。还有问题吗？神父是一个怎样的人？神父很不错啊，在我们这边只要有人看到神父有没有，或者听到神父的名字，都比这只手比赞的，真的。我们这边的人对神父的那个蛮不错的。这一篇是我们收到的从台湾各地的箱子我们先要打开，先要保留他们的先保留他们的电话，他们的住址。第一件事情要感谢他们，因为他们是乐意的把他们在家里不需要的寄过来。资源的部分，整场的收入都不足以支应刘一峰神父来记住这些弱势，大部分还是要仰赖其他恩人的一个捐赠。那神父给自己也定了一个目标，到后来我们还是要自力更生，能够自负盈亏，是我们未来最终的标准。就像神父的话，会要求说你们每天要吃什么？没有。所以每天来吃人会很多吗？会，中午的话就比较少，晚上比较多啊。因为中午有的会在那边吃，在那个二手物流那边也有。哇，是谁送这个呢？早上我来的时候就有了。早上你看还是吃的，早上才来的。对，啊，还很漂亮。对，要不等下午我们会看看，如果没有位置，我们就拿到。陈妈妈那边要不要？哎，对，对，那边一点的，好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我们。要有人送对，不知道是哪一位，是哪里送来的？你还有说吗？是哪？没有，我不知道，我进来。哦，已经有了啊，是无名氏，那个。100，都100，阿平，一千莫拐，嘿，安爱等就是
免凊无够安尼。啊，拄迄老神父讲的，神父伊无去识番的安尼吼。啊，神父都逐摆都好日来讲。我们有一摆拄迄个带啊去，佮都无去识番，叫伊放起来安尼。神父拄倒去送下去安尼，啊伊讲坐下，识番安尼。啊，拄讲哦，坐下，识番。神父讲，那毋要讲呢，啊，讲个猪啊，但是来臭强一下的安尼。啊，佮拄讲诶，王爷迄臭强迄哦，啊讲迄啊，啊佮拄讲诶，按摩安尼吼，佮拄无去识番啦吼。啊，俺都天气摆看去，看到位是都一摆真的都无诶，无嘛个好不会看那事情啊，嘿。我看看。然后有需要叫阿迪来帮忙。哦，弯曲。不是很重，可以。这是人家捐的东西吗？对，安德，所以就说，如果那边没有人，他们会送过来。下次就要先送到安德。对，很近，在这边的，不要去，那个东里那边。这边也有办公室。都会讲吼，但是件事情吼，若讲件事情用越做越多咯，佮讲啊，细件事就会按多咩安尼嘿。但是佮有一个习惯吼，佮唔会开做下面帮忙，佮统称一甲做。故说爱等提供其他性质安尼吼，爱头该老该街友佮等辅导啊，还迄聊天啊，爱等都要提示佮等讲吼。看到神父从个做嘛该吼，要夹去天数，因为神父唔会开在下面做。我们就等一下直接去那边，他们是1点半才上班，所以我等一下回来的时候会送到安德，好吧？那一会儿见。你们的车在那边啊？还可以，那些基督教的团体还没有到哈，他们说1点半，也许会比较慢了，我想。对啊，神父要不要先进去休息？没有，我们还是在这边迎接他们。好吧，那么在这边等一下。所以等一下这边是有什么？没有，他们想来看一下，是不是？我从高雄来，我载了2箱的东西要捐给神父。哎呀，那么好，谢谢你们啊。我们拿到。要拿便器。我们到里面哈，我们可以帮忙哈。来，我先拿到里面哈。他们刚刚送一些物资，对，谢谢啊，谢谢你们了，他们2位，谢谢你们，庄生，好，可以，欢迎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好吧，我们在，没有关系，他们参观。常常会有人这样子自己送物资过来这边给你们。对，不是送到这边就送到那边去了，是常有了，所以台湾真的很厉害，很棒啊，对，从各地呢，大部分是寄过来的，可是有时候有的人，因为他刚才说他是退休的老师，是大概带一个朋友，顺便的来看看的，那些人真的很厉害，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的，是。其实有没有最缺什么物资呢？缺啊，我们什么物资都可以收，因为放在这边，早晚人也会要了，对，所以什么书啊，什么日用品啊，衣服啊，什么杯子、碗啊，什么都有。我也发现有时候觉得，会有人要买，不到1个月，东西已经不在，要是人已经买好了。我从高雄，那因为刚好要去花莲，然后想说，要去瑞穗，经过玉里，就顺便然后号召家里把一些家里的书啊，用一些都还不错的东西，但是家里用不到的，就把它捐出来。知道神父这边其实是有看到电视的报道，
然后觉得有一个法国人，然后从25岁的时候就愿意来台湾服务了，然后现在80岁了还在这里，还能够拿到台湾的身份证，就很感动。欢迎欢迎，欢迎。不好意思，神父，我们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，是，当中有大部分都是牧师，也有长老，我们都是同事哈，我们好，欢迎。那是我首先跟各位介绍。整个是我们刘玉峰神父的二手物流的这一个场域。我跟他们说不要写我的名字，他们我也不喜欢。神父很低调。哪里？低调。我们从台北，我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的干事。那我们长老教会有很多的经会跟机构，那这个是我们的宣教基金会。那宣教基金会主要就是在管理我们总会的财产，然后怎么样的去关心我们属下的机构。今天来这里花莲玉里也是因为这样的目的来参访，那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能够让他们了解一下，说很多的偏乡的地方，我们的教会是怎么样的在做在地的一些社区宣教关怀的工作啦。所以刚好来到这里，所以想到一峰这个神父他的这个故事我们想到说离我们很近啊，所以我们应该过来顺便来了解一下，然后也代表我们对他的感谢，然后当然也给我们一些激励跟学习。各式各样的水管，这是可是再次再回收再利用的，所以这个我们还是把它回收回来。刘玉峰神父想在这个二手物流场域，我曾经听他讲过，刘神父希望在这个场域呢有一个刘玉峰环保博物馆的构想，那目前还很遥远，未来我们会朝这个方向来迈进。那神父也谈到他100年之后的大事，因为神父也可能签下了所谓的大体捐赠书，他认为在我这个年纪里面，如果还可以用得到的，都可以拿去用。那我就问神父，那你也要资源回收？他说是的。好吧，我们就去垃圾场。平常要找一个地方来做堆肥很难，因为在人的观念里面他们说那些厨余很臭，所以他们一定会反对要在他们的家附近做堆肥。因为我们这边的垃圾场有一部分已经满了，不能再加，所以我们也去找镇长答应，我们就在那里做堆肥，他给我们垃圾场的一部分。你是怎么想到要把这些厨余做成堆肥？我们的家是一个农场，在那时候，就是70年前的，在法国的农场什么都做所以那时候我的父母也在做堆肥，那时候做堆肥都是用树叶子啦那些或是剩下的不能吃的菜啦。可是现在呢，我们所做的是也用熟的猪皮啊，剩下的肉啦，什么都可以，都可以做哎呀，可以吗？很辛苦啊，早安。所以现在把一桶的那个内容倒在那个嗨，对会，小心。De plus en plus noir, hein? Alors je l'amènerai tout à l'heure parce qu'il chercherait tout ce qui est. Damien 是非常爱我们的地球，所以他希望在一个小规模里面，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地球，也是把以前在那些土壤如果因为用的农药或是化学肥料已经受伤了，那些土要让那些土慢慢的恢复健康，这需要几年的时间。那应该也是那个教会派来的吗？开始以前的，后来的他自己认为，玉里这一带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环保的
模范中心啊。Because one goal is to produce compost, but another goal is to make, if we have the possibility in the future, to make this place a place for education to ecology, because around less a charm. Yeah. Here we try to do something linked with nature. So later, maybe we hope to become a place to make education for ecology. 从小时候，我小3年级的时候开始，就认识了神父。在我们部落家乡，每个部落都会有一个天主教堂，然后就会在里面教我们画图啊，或是看那个耶稣的影片啊。然后每次假日就会带我们去跟其他部落一起去玩水。对，所以其实我们会游泳都是神父教的。对啊，从小就是，其实神父是看着我们长大。 就很像一个父亲一样，照顾我们这些年轻人。而且神父做事情就是不管怎么样，就是能够好说就是好说，尽量不要工作同事之间起冲突。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榜样。就是我们在外面的时候也可以，就是用神父的方式，这是神父教会我们的。对啊。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跟神父工作？在今年的7月。 因为之前做那个铁工，然后不小心从5楼摔下来，后来待在部落这边也没有什么工作机会，因为受伤。然后刚好部落的一个妈妈、一个阿姨介绍说，那你要不要到神父这边工作？然后我就说好，可以，我愿意。后来就这样子又到神父的那个农场，还有那个回收厂那边工作，这样。 好，这边就是我们早上堆肥的那个有机肥拿到的地方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就是我们的农场。所以你会看到有机还有蔬菜。所以神父，像你们这边种的菜，主要是提供给哪些地方吃？有在卖吗？我们不卖，我们自己吃，因为我们很多人，我们有100多个人在吃这边的菜，所以实际上它还不够用了。 在农场这边种的都是有机的，绝对没有农药成分啊，还有化学物品的那个肥料啊，都没有经过这些，所以神父带领的这些员工吃的都很健康，然后又是吃我们自己养的鸡蛋，这样，对。有时候有的很大，有里面有2个。 黄蛋黄。所以神父这样子平均大概每天有多少颗蛋，你知道吗？最近就200多哈。100多。现在变成100多哈，有一部分还没有开始生。基金会哈，基本上是属于神父私营的，嘿，故说呢都用该堆肥，哈，养鸡、种菜，韩国所有的节油，佢哋漂布，吼，韩国是咧，韩国佢哋做事，其實冇薪水哦，政府是唔會本佢，做神父本佢安尼，基金會吼有60%，一天愛4天嘛，3個半冇啦，神父。 嘟來記了位教時間留神父量晒，300塊都冇錢咧。佢講，佢看到你冇錢咧，佢都會本你。講係哦，佢講係啊，唔是驚安尼。係都佢哋本上通冇去做事哦，都每次天天嘅聽佢哋做事，不佢哋錢，冇佢因家有冇錢好辦啊。 都咪都天天嚟做，你下都錢多人會做，很做事，很做事，佢哋嘅錢統盡是神父去搞出，就從基金會出。这个就是我们每天餵雞的黑水虻，它就是长这样子。
有的已经变成黑色的。对，黑色的就是准备要成蛹了。哎，对，要飞走。准备要孵化，哎，对，成型。然后我们喂的几乎都是这种白色的，这种的蛋白质就很高。对，1个礼拜就会这么大只。有一个好处，他们也帮助我们解决厨余的，因为他们说的是豆渣，所以豆渣以前都是丢到垃圾场，觉得很可惜。所以现在豆渣也变成他们的食物，以后就海水虻也变成一种食物了。后来蛋呢，我们自己吃，就好像是一个循环。神父，你现在要去哪里？我们就去我们的安德亲子中心，就那个中心已经成立了40年了。在原则上，如果是星期四下午就会去做礼拜弥撒，1个礼拜1次，也跟他们一起。虽然但不是全部都是教友会有，可是他们因为是我们的教会的一个机构，所以他们也会参加，给他们一个心灵的一个鼓励，一个平安的。好，我看你也有人在这边在照相。啊，你们经过这边来看一看。对，我有捐过钱给啊，所以那个中心也是属于你啊，你一部分的钱也在那个围墙壁啊，谢谢你啊。哎，对，很感动啊。哪里？神父帮我们做很多事。没有。为台湾做很多事。没有，不会了。我们从台北来的。哦，从台北来，到东部来。我们在盖益丰园，为了那些智能不足的中年人，有很多人帮忙我没想到我们开始盖那个中心的时候，我们没有钱呢，可是我们真的有信心，就开始盖。可是我们越盖越有人帮忙，就很顺利的盖完。虽然经济的变化，还有生活的水准已经提高了，可是台湾人的心还是一样，我觉得一样。绿色的，这样。好，谢谢你。后面可以吗？好，谢谢。在信仰方面，爸爸妈妈是很热心的天主教徒，所以每个星期天也会去参加教会的活动，特别弥撒礼拜。这样到了23岁，我读一个国中，那个国中是教会办的一个国中，所以常常也提到信仰的事情啊，也提到因为我们那一代也有一些神父也参加巴黎外方传教会，也会到亚洲来。所以有一天，我那时候11、12岁，我的阿嬷，就是我的爸爸的妈妈，就跟我说，也许有一天你也会到亚洲去代替你的叔叔，因为我的叔叔本来是修士，他也是读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修道院，可是他22岁的时候，跟他的朋友也是修士，决定要参加游击队，在法国的游击队抵抗德军，过几个月被抓，就被枪毙，2个都被枪毙。所以那时候我们阿嬷就跟我说，也许有一天你会代替你的叔叔到亚洲来。那时候我也没想那么多，可是好像我的阿嬷把一个小小的种子放在我心里面，所以到了17、18岁了，
关于信仰方面呢，特别在读哲学，然后也有一些疑问啦，因为我们也研究哲学家的书啦，研究别的宗教的信仰呢，可是我还是一直觉得我的信仰是很棒。但问题是那时候也知道神父如果走那条路就不结婚，但我本来也会喜欢结婚，可是我觉得不结婚也可以把自己的整个的时间给更多的人，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方面，我觉得我可以，所以我就走那条路啊，所以我就1966年10月16号，我的命运就定下来，后来就开始准备要往台湾来，就这样。所以每天如果没有今天的这个活动，都是分组哈，有的做什么头发啦，有的做环保袋，有的也不说话，就是一般的，如果能工作，我们就会给他们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。你告诉我，对吗？对。还有这个，那我们交换了，你当神父，我当阿坤，可以吗？我们的客家专家，来了，英子姐妹啊。我讲你咁胖啊是？俺爹。你爹啊？你二弟呀？先要谢谢你，你每天下午2点到5点，你都在照顾我们这边的园子，我们的图书馆。是主要係我照顧你。好，要照顧，我知道。多年靠你食飯咯，我照顧你。比如講，你愛牽話佢講，你多歇困，佢當主頭食飯食飽啊，佢上一條當睡半點鐘天，佢都把行業都去做些呀。你阻止不了問題嘛，阻止不了佢嘅行動哈。你那啱愛佢歇困哦，佢講。啲啲地球上嘅時間嗬，千短嘅啦，後擺到天堂嘅時間，我歇困嘅時間嗬，當場啊！見上講佢80歲來嚟，存冇幾多時間去做事，我相信佢嗬，佢一定會做到燈枯油盡啊！佢那冇做到佢燈枯油盡嗬，一陣人嗬行唔下來。希望也會有一個。在不久的將會有一個接棒的人，喜歡教會的工作跟社會的工作，可以把兩個工作配合起來。我已經那個希望，大概在不久的將來也會實現了。希望我沒有憂慮着，我相信天父會安排，不要憂慮。我用这个机会来感谢在台湾各地的每一个恩人，还不认识这边的地方，也你们都很棒。我们相信我们的天父一定会降福台湾，也会给台湾和平的日子。台湾人真的忘不了你们。神父，我希望你越做身体越好，很快会转天家去。到时你做啊，都衰退嘞，你都拜拜。今年是我们神父的80大寿，所以我们希望神父能够身体康泰，能够长命百岁。在这边要祝福你，一定要身体健康，再怎么辛苦还是要休息，因为毕竟你也老了。希望你要补充自家的身体按多年靠你吃饭你爱康康健健呢。